在今天是教大家一个下睫毛的画法。我们现在先把下面的这个部分分成2份，1/2画3根，中间中点画1根，然后前1/2画2根。先把后面的形定好。我用到的是这种弯头，先1笔、2笔、3笔。好，先画这3根短线。其实只要它是顺着你的这么一个方向走就可以了，你不用去纠结它到底自不自然。你先定3根线的点在这里就好了，中点这一根就竖着垂直，这样画1根下来就好了。旁边就是短一点，1、2。这样就是3、1、2。我用的呢是这种弯头的笔，弯头的笔呢，它就是你可以直接这样画，像这种如果直的眼线笔，你垂直到了你这样画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手没有办法撑住，你怎么撑？你怎么撑你都不得劲儿。然后2根为一簇，2根为一簇，然后就是在有空隙的地方穿插小线条，下笔尽量轻一点哦。你就随便穿插就好了。这是2个眼睛画好的效果，就是在自然放大双眼的同时，又有毛流感，又有妈生感，同时还有一丢丢小俏皮在里面。总之，这个方法真的超级好用，大家赶快去学习吧。